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兩盒模型，同一個色但唔同造型，破裂人偶 MH 版及 GTM 版。分享兩盒模型前，先講講對 MH 及 GTM 嘅睇法。我覺得 MH 造型比 GTM 更好睇。一、有明顯嘅特徵，以破裂人偶為例。喺第5期漫畫中，未變身前係肥仔，變形後拉高咗，特徵係巨大盾牌、3條辮仔及高高嘅天線。反觀 GTM 版，盾牌細咗，雖然同 MH 版一樣有3條辮仔，但 GTM 樣子整體隻差不多樣嘅竹節蟲。GTM 係靚有個性嘅設計。但對比從前設計嘅 MH， 特色上略遜一籌。首先開盒分享係 MH 版，破裂人偶係 IMS-01， 顧名思義係第一款 IMS 系列。雖然如此，Force 唔係第一次出5星物語 MH 模型，之前以手版模型出MH， 畢竟是第一款 IMS， 估計製作上比往後組裝的更困難。曾經砌 IMS-05 修配老塔，啲件分到過分地離譜，砌模型要膠水係正常之事。問題係有啲接駁位太細，甚至冇明顯接駁位，加上說明書略不清楚，所以建議新入坑朋友先砌黃金騎士。組裝上冇離譜之位。模型封面用上第5期出場嘅畫面，部件分析不多，只有3隻色，包括白色、灰色同埋紫色。你見到呢啲色都幾膠嘅，唔靚嘅，好明顯要玩家必須常識。說明書方面，有玩開 IMS 嘅5星迷相信同我想法一樣，說明書係越來越進步嘅。換句話說，第一款出嘅 IMS 系列模型說明書有好多改善之處，內頁從介紹以至組裝過程都冇彩色。內頁雖然有本體介紹，但論本體介紹內容係之後所出的更華麗。然後組裝過程全部黑白頁，而且冇上色指引。雖然封底有上色及貼水貼嘅指引，但對比往後出嘅略遜一籌，感覺上從最新 IMS 玩返第一款 IMS 會否感到吃力呢？話時話，於第5期 Bandor 由矮仔變高佬，漫畫有顯示變形過程，但要加啲幻想力咯。但你會見到肥仔係扯高咗嘅，因為有解釋過未變身前矮仔係作為一個掩飾咯。Bandor 係由矮仔變高佬。咁但係 IMS 系列嘅 Bandor 係冇得變形嘅，唔知有冇模型玩具公司將來會出可變形嘅 Bandor 呢？
說明書設計同新出 IMS 差不多，都係彩印，有機械設定畫及資料，有大量詳細賞識說明。呢個係水貼指引。第4頁有工具嘅介紹啦，仲有一紮賞識用嘅顏料說明。第5頁特點係教玩家點樣正確地組裝，例如第1點，剪完用美術刀再切，完全冇用磨砂紙，估計磨砂紙會磨花透明件。講起美術刀我未玩過，睇嚟要學習使用。綠色第3點，教玩家點樣正確插入呢個波裝。綠色第4點係教你黐膠水時嘅注意地方咯。製作上可以選一個頭設定畫板及本篇版，雖然唔清楚 GTM 版破裂人偶頭部分別，不過設定畫板睇落比較有氣勢。廠方好貼心，用薄薄海綿保護透明藍件。白色方面可以勉強唔上色，而鋼鐵飾件太膠，睇嚟要上色。雖然打算掃組，因為透明藍幾靚，唔使噴，但是有部分需要上色先靚，例如把件全黑色。想好似範例把件咁靚就要自己上色。Hobby Japan 2026年2月刊除咗介紹即將推出嘅 GTM 冰之女王外，其中有幾頁介紹 GTM Bando 製作過程，對我日後製作有莫大裨益。喺香港買呢兩盒比台灣更容易更便宜，不過香港冇架撐俾我搞，遲啲拎返去台灣砌，希望盡快完成公諸於世。